新的一季最后一季10月第一礼拜，咱要三甲用这个主题三甲来想，然后我要伫12月底最后一个主日的礼拜，我要用类似这个主题，咱要做阵来想。我今年底伫一年的中间第4季最后一季的时阵，咱要来思考，甲这个主题有关的。有一本民谣的册叫做《台湾歌谣的面谱》一本册。啊，这本册的这个收集甲著作的著作者叫做陈兴良先生。这个人早期少年时真后端义达。1978年，就是30几年前，伊到美国台湾人的教会，伫迄个所在受邀请，伫遐演奏 flamenco 的这个吉他演奏。啊，伫迄摆演奏的中间，互逐个人拢是感觉真赞同，啊嘛真该学乐，所以迄个音乐会真成功。结束了后，有一个50几岁的一个负责人，一个姊妹来甲即个陈兴良先生甲伊讲，讲你拢弹这个歌真好听，毋知你也晓弹《雨夜花》《望春风》即款的台湾民谣也袂晓。即个作者想一下了，你会当为着阮逐个来弹这个歌。这个陈兴良先生就伫迄个所在用吉他，伫遐来弹这个台湾民谣。拄啊弹的时阵，这个即阵伫教会中间的这个台湾人，细声，并且我早前移民去美国遐个人，对这个台湾的民谣拢真熟。无就是《雨夜花》《望春风》等等，这个台湾民谣，所以讲逐个细声对即个吉他的迄个弹出来声，伫遐细声唱。无百算，即个陈兴良先生，伊就一首弹了，佫过一首，一首弹了，佫过一首，真侪台湾民谣，一首一首安尼弹。后来，即个教会，即个来听的，即个兄弟姊妹，就伫迄个所在愈来愈大声，大家对即个吉他的声，大家拢咧唱即个民谣的歌。后来发现着讲，即个礼拜堂内底，逐个人目眶拢红红。唱这个台湾民谣的时阵，好像就即个礼拜堂内底，种充满真侪故乡的迄个思乡的迄个情绪伫迄个所在。陈兴良先生了有一个真大的感动，伊知影讲，哦，即台湾人国外所在真对台湾民谣真大的迄个怀念，所以倒来了就手开始收集。所有的台湾民谣就开始做遐个来源，佮遐个原始的遐个作曲的原因等等，遮发展遮物件，就开始做遮个册。伫国外，伫美国遐个台湾人，听到遮个台湾民谣，互因真大个感动。咱兜伫倒位啊？迄个所在就是故乡。你若听到故乡的歌，你就想到恁兜，也毋是。无论你走到啥物所在去，但即摆咱住咧彰化，有可能咱拢细汉就住咧遮，咱也无可能搁搬厝啊。一直到老，你嘛拢住咧彰化。你想你的故乡伫倒位？你啥物时阵想到恁兜？是你下班要转去才想到恁兜，还是啥物时阵想到恁兜？咱早起要三甲伫即个所在来做阵来想，生命中间的第一个家庭伫倒位？家庭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会感觉这是咱内心上该确保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场所甲需要。你无这个场所，你无这个观念的时阵，你无法度伫这个世代活落去。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第一个场所就是你的第一个家庭。迄个第一个家庭就是你生命的第一站。因为你伫这个过程的中间，你的成长，你的甲厝里人的接触，甚至甲你的父母，这段是你上该要紧成长的经验的旅程。所以，真侪人真怀念你的家庭。第一个家庭是因为这个所在是你成长的所在，你有真侪经验。你细汉伫迄个所在跋倒，或是大人甲伊疼惜，伫迄个所在成长的过程中间，甲你兄弟姊妹三甲斗阵，迄个经验拢累积伫这个第一个家庭中间。所以，这个家庭内底无拘束，你会当真自在。你会当甲你亲人伫迄个所在讲真欢喜的话，上时你搁安怎伫遐冤家，厝内人嘛会当甲你接纳，因为恁是一家人。大家伫迄个所在，有当时啊，免分身份，伫遐讲话会当真亲切。
英国的女王叫维多利亚女王，伊甲伊先生一个叫艾伯特亲王，因两夫妇是非常相疼的一对夫妇。不过维多利亚女王伊的先生真早就过身，因先生亲王过身去的时阵，维多利亚女王真艰苦，因讲一句话来表示伊心中的一种的孤单。伊甲人安尼讲，伊讲对大了，无人会叫我维多利亚，无人会叫我维多利亚。维多利亚是伊的先生亲王伫因兜咧甲叫的，因翁伫因兜中间，伫因咧大个皇宫内底，伫甲叫女皇，伫甲叫女王。毋过咧维多利亚一出来，人爱叫伊女王，因为伊是女王，统治整个英国。所以维多利亚有一个感受，伫伊厝内中间上亲切的就是伊的先生会当叫伊的名维多利亚，他以后无迄个机会啊，无人会叫伊即个名。迄个厝的感觉，迄个厝的温暖，迄个厝的支持，虽然是伫即个所在，存在上界要紧是伫遮。哪有真正美，你会感觉你哪想厝？无人袂想厝，无人袂想厝，真少人袂想厝。除非你迄个厝一寡问题。咱知影，咱有人厝真爱饲狗，狗有通人性。狗伫一个家庭的中间，伊会真重视伫一个家庭内底。甚至即只狗有当时啊出去了，行到去哦，行毋着路，毋知走去佗啊。即只狗伊嘛想尽办法，一定是要倒来即间厝。即间厝无论是安怎破烂安怎洗，伊嘛会想办法要倒来到遮，或者是因兜，因为伊的主人住伫遮。恁姊妹，你嘛有感觉，恁兜不管是偌大偌细，恁兜是装潢有偌简单拢不要紧，迄就是恁兜。不管到哪，你嘛感觉即个所在上温暖，无有其他的饭店会当甲恁兜伫遐相比拼。啥咱的厝会当互咱感觉遮尔怀念？行到啥物所在，咱怀念咱即个第一个厝的原因是啥物？咱会当知影讲，咱即个世代是生活伫一个真正烦恼的时代。有真侪你爱烦恼，总是真侪代志爱烦恼的时阵，你嘛爱有一个所在，互你会当放轻松落来。迄个所在绝对毋是公司，公司是互你紧张，公司是互你压力，公司是互你工作的所在。你无可能伫迄个所在会当放松，无安尼恁总经理领薪水是领紧。这个时代是互咱真侪烦恼的时代。总是你的家庭的中间，互你知影讲，你会当甲你厝内人伫迄个所在同心、同梦想、同理想，讲真侪你感觉真趣味的代志，厝内人袂伫迄个所在来取笑你，会互相鼓励。当你有苦闷的时阵，所以你感觉这个家庭是非常要紧的。而这个时代是一个真侪苦闷、真侪烦恼的时代。总是咱嘛要讲，这个时代是一个容易疲劳的时代，也毋是。来看见咱的周围中间，有真侪人。你会当随时看到伊咧拄久，你若去台北坐公车，公车内底做一人咧拄久；你坐捷运内底做一人咧拄久；坐火车内底人咧拄久；坐高铁内底人咧拄久，甚至一个礼拜内底有人咧拄久。这个时代是一个互你真疲劳的时代，真侪时阵你拢感觉你会当看到你周围人拢伫遐咧拄久啊。我毋知影公司拄久诶，恁头家甲你骂落，总是。只有伫家庭的中间，你会怀念家庭，就是你伫家庭中间拄久，无人会甲你骂。你家庭就是互你心灵会当放松，你会当困休困的所在。所以你怀念你的家庭，这个家庭是一个真水、真温暖。咱阁知影，咱这个家庭，豆豆你会发现到，咱伫这个社会中间，咱的角色会哪微细。将来你会看见讲，你的名。不过是伫公司中间、卡片中间的几字中文安尼的名，咱的名不过是伫电脑卡顶面一个 number， 一个号码的尔，对不对？银行内面你是啥物人？银行是伫你的信用卡顶面一个号码，你不过是一个号码的尔。咱的社会中间，你会发现到讲，咱哪来微不足道，真微细无啥，你是一个号码会当代替，去银行、去公司拢共款。去机构共款，你不是一个中文字，一个号码。你发现到，
咱哪来哪伫即个社会中间，咱的身份甲地位哪来哪无人性？总是只有伫家庭的中间，你无共款。叫你阿明啊，叫你阿华啊，伊意思是真亲切，伊毋是一个号码，伊是一个人。伊是咱甲咱家庭的人，大家相较做阵。感谢主，互咱有一个家庭中间，互咱伫即个地杯上第疼痛内底，伫家庭中间咱享受即种的温暖，迄个人伦迄种的快乐。总是咱要过来想第一项代志，你有即个家庭了后，你会搁找第二个家庭，你会搁找一个家庭。是啊，你住伫一个家庭中间，你要搁找一个家庭，你敢有安尼需要？有即种需要吗？有即种迫切吗？还是其实你家己拢毋知影？你去找一个家庭，家己你拢毋知影？细汉时阵，咱住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咱就感觉，咱的家庭就是咱的一间厝。一间厝内底，毋是干一个空去建筑物尔，较要紧，即个厝内底有亲人的关系所连接起来，甲厝内人结做伙，因是咱的生命一部分。所以，咱的厝的观念是，毋是建筑物，是甲其他的人的关系。即个关系的建立，来表示咱伫厝内，咱有即种身份甲地位。所以，咱真足怀念厝内底，因为咱伫即间厝中间，即间家庭教是咱，啥物叫做咱的家庭的迄个荣耀，啥物叫做咱的家庭的迄个量体。伫家庭的中间，你会看见讲少年的时阵做代志，你做毋对代志，你的父母甲你修理，迄嘛是你的家庭中间的一种的记忆甲观念。然后，你的家庭会教你做人的意义甲道理，互你清楚知影你的家庭的价值观念是啥物。你的行为的标准是对倒来？即个家庭有啥物款的心中的传统，也是啥物款的习俗，是属于即个家庭的。这个综合起来是，诚做你一个真强，你生存伫即个地面上的。总是你看去讲，即种的家庭观念会改变，也会改变，一天会改变。会改变的程度，当时也超出咱所想象，是即个环境的变迁。你也想看袂啊？纽西兰的基督城即个大地震了后，日本因为地震带来迄个海啸，迄个海啸所带来迄个结果，咱看电视咱就知影，咱人甲美国讲，巴西大水灾，你啊看即几个国家中间发生的即个环境的迄个灾难。真正来讲，传统的家庭，第一个家庭、原生的家庭，就是伊的家庭。但是现在人的家庭走落去，一场大水来，一场地震来，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野心到伫真济国家伫迄个所在侵略，派非常一个兵出去。美国看到安尼已经毋是办法，这个世界差不多强要派去，所以就原子弹甲弹于日本的长崎甲广岛这两个所在，这两个所在留守的遐个人厝拢死失。日本天皇伫六天了后，宣布讲安尼投降，海外遐个日本兵拢调转来，当遐个日本的做兵遐个兵转来到因的长崎、广岛即款的所在，家己的故乡的时阵，另外就讲有人已经无厝啊。有人有厝，无家庭；有人有家庭，无朋友啊；有人有家庭，无事实。一片甲风暴共款，厝拢倒坏去啊，人拢死了。家庭伫倒位？战争、灾难，你就看见讲会改变咱对传统家庭的观念。因为第一个原生的家庭会无去，消失去。毋是安尼尔，啊，若安尼无发生灾难，迄个所在，有真侪人对庄脚开始搬厝，搬去都市，为着啥物？为着工作的关系，为着就业的关系，因为伊要摕到较好的头路甲工作的关系，所以伊会搬散所在。原底传统的第一个家庭已经毋是伊的家庭啊，因为伊会散所在去，甚至伊的结婚会伫外地所在。看见真侪资本主义的遮个大企业，用因的企业的发展。足侪庄脚的所在，吸引真侪遐个人到伫都市去，所以即个台湾的结构，全世界真侪庄脚的结构、人口的结构就开始改变。
大家开始搬线。有真侪少年人要读大学，伊敢毋免离开伊的原地故乡，离开伊原地第一个原生的迄个家庭，离开伊的家庭伫倒位？伊的家庭就是伫伊学舍，住伫学舍，伫宿舍中间，甲伊做阵大遐动物，就是诚做伊的厝内啦。啥物时阵倒来？放假才有倒来。真侪少年人已经离开原地庄脚的所在。啥物叫做家庭？家庭叫咱的社会结构，无论是灾难、自然环境、经济结构、经济原因，伫迄个所在伫遐改变。甚至有人诚做单亲，有人拢无结婚，有人两阿某住做伙，总是已经分居的状态。最近的电视一直伫做脱秀的讲遮访问即款的代志，请问，这敢叫做家庭？你嘛会当甲叫做迄是家庭？咱会看见咱的周围的即个社会环境一直改变，毋是干咱外在迄个环境的改变，迄个内在人的内心的迄个环境的改变，嘛会互咱对迄个家庭的定义开始已经无共款了。你姊妹，那安尼的时阵，咱们讲有人开始找另外一个家庭。路加福音的15章中间讲到一个真出名的故事，记载一个龙主。耶稣讲起一个龙主的故事，这个圣经的故事咱听甲真熟。这个故事咧讲，一个少年囡仔，甲伊的老爸讨钱了后，离家出走，然后去外面伫遐开会，伊所有对老爸遐领受来遮个财产加会，然后失败。伊伫外面有建立家庭无？有啊，嘛有一个家庭。伊外口偌一个人，就是一个家庭。毋过，甲伊的老爸遐，互伊的家会，拢家开了，伊感觉真孤单。伊就想到，伊原地迄个家庭。第一个家庭，伊讲迄个家庭是上温暖的，所以伊感觉伊想到即个家庭了，伊要转来，伊讲爱转来。圣经有讲到伊即个转来的故事，转来到厝里，伊的老爸真欢喜，甲伊接受，果然照伊所想象迄个第一个家庭，真欢喜。荷兰有一个真出名的画图家，叫做林布兰。林布兰这个画图家，伊画的图拢囥伫个博物馆内底，真侪人咧收藏，甚至有真侪私人的收藏家，拢咧收尽办法收藏伊的画图。伊的图非常有价值，伊的图拢用光甲暗来表达迄个一个图内底迄个图像。林布兰这个画图家，伊有画一幅图，叫做《龙珠回头》这幅图，这是咱的圣经的内面，这个龙珠回头的故事。伊伫这幅图中间画一个真特别的。咧描写圣经中间咧描写一个意境，就是龙主转来到伊厝，然后甲伊的老爸受难，而且龙主就是细汉囝拍伫伊的老爸行前的所在，伊老爸安尼甲伊接来。即幅图，伊的老爸面会光真光，真光，穿一领红色的衫袍，但是即个老爸某囝的边啊，佫有一个人，嘛是穿红色的衫。红色的衫表示一种官兵，然后这个人的面嘛真光，表情真冷淡。这个人就是圣经内面讲，迄个龙主的兄哥大囝，离老爸有一段距离，无甲因老爸真近，伊伫遐看因老爸摸伊的小弟，伊的表情伫遐真冷淡。这个咱圣经描写，咱圣经描写讲，当这个龙主转来的时阵，厝内开始庆祝闹热欢喜。这个大囝伫遐无欢喜，对，你看路加福音15章后壁的记载，这个人无欢喜，讲阮这个囝，阮这个小弟，才非阮老爸哪会你搁甲接啦？所以伊无欢喜以外，佫尝试甲伊的老爸埋怨。这幅图中间，咧描写讲，这个大囝住伫这个家庭中间，好亲像，毋是住伫家庭内底。这个人一直住伫家庭的中间，总是毋知啥物叫做家庭。这个人一直住伫家庭的中间，总是伊毋知啥物叫做疼。这个人住伫家庭的中间，其实伊上需要找家庭。这种人上需要去找家庭。所以伊老爸伫最后，你也看路加福音上尾啊，真要紧的，毋是干看头前，你看龙珠回头故事的重点，毋是这个人安怎倒转来，是上重点。这个老爸安怎甲伊大囝讲话，迄是咱看路加福音15章的一个重点。龙珠已经倒来家庭啦，已经找到家庭啦，总是大囝
还阁无找到家庭。咱即摆咱做传统的基督徒，咱可能伫咱的教会中间，伫上帝恩典中间，咱拢住伫家庭中间，就是咱毋知啥物叫家庭。咱才是真正需要找求家庭的人。基督徒属灵的生活中间，会当对家庭中间开始逐头仔伫遐退去，伊伫遐变质去。伊就伫迄个所在通提升，家己真细腻一件事，圣经咧甲咱讲的这件事。另外一个例，咱讲圣经中间有记载一个叫做以东人伫列王记上关11章记载讲，有一个人叫做哈达，一个哈达这个人细汉的时阵，伊就战争的缘故，就走到埃及去，然后伫埃及有真发展，得到真好的遮个工作。当伊到大汉了，伊伫遐想要转去伊的故乡，伊甲法老讲，求你容允我转去我家己的本国。法老甲哈达讲。你伫遮有啥物欠缺？你敢有需要转去你家己的故乡？哈达甲法老应讲，我伫即个所在无有啥物欠缺，总是求你，互我转去我家己的本国。哈达要找伊真正第二个家庭。诗篇咱今日所读的这个137篇是一个真感动的一个哀歌。你咧看这篇诗歌的时候，你有感觉淡薄仔哀伤的感觉？我读一摆圣经互咱听。第一章来讲，阮坐伫巴比伦的河边，一日仔想着锡安目屎一流，愿将阮的琴调伫迄位的柳树，因为伫遐掠阮的爱阮唱歌，唱阮的爱阮快乐，讲。恁甲阮唱一首锡安的歌，阮伫外邦减袂通唱耶和华的歌。耶路撒冷啊，我若袂记你，我会正手失落伊的本事。我若袂记你，若无看耶路撒冷较过头伫我所第一欢喜的，愿我的思念伫我的掌间。这是一个真悲哀的这种心境。一个描写以色列百姓是一个亡国的民族，因去互掠去巴比伦迄个所在，所以作者伫迄个所在讲，因坐伫巴比伦河边啊，心情真哀伤，看见迄个远的所在的故乡，总是伫即个所在去互家吞踏甲侮辱，因为家己掠巴比伦人讲，来哦，唱一个歌还听，唱一个锡安的歌还听，因为锡安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迄是一个真神圣的所在。锡安整体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迄是耶路撒冷城的圣殿的所在的场所。总体意义来讲，规耶路撒冷城嘛会当讲是锡安。以色列百姓收掠到的巴比伦的时阵，中间有人是伫圣殿底下服侍，是圣歌队的唱诗班的。巴比伦甲因掠的人、统治人甲因讲来哦，唱一首啊锡安的歌还听。你啥物意思？迄种风气，恁孤单是毋是？恁咧想故乡是毋是？唱一首锡安的歌还听。原知影恁较早伫恁的故乡锡安的所在，拢伫圣殿底下唱俄罗上帝歌，嘛唱一首还听咧。迄是真大风气。所以诗篇的作者咧写即个诗歌，是甲伊的同胞伫迄个巴比伦河边，迄心情是真艰苦，比伫美国听到迄个台湾民谣，迄心境上故乡搁较艰苦。因为安怎？因为这是伫圣殿唱的俄罗斯歌。锡安的歌表示伫圣殿内面俄罗上帝，总是因已经无伫遐。伊嘛毋肯，阮就是毋肯唱这个歌，你要叫阮唱，阮就是不爱唱，因这个歌是要敬拜上帝。迄像诶，后来咧发展历史的发展的中间，你咱看见，后来毋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受掠到伫巴比伦的人，逐个人拢想要搁倒转来，原地故乡。为什么？因为受掠以色列百姓伫迄个所在发展了，后来开始有人开始有经济基础，大家有个人嘛趁着钱，有人伫迄个所在嘛已经有地位啊，所以有管理、有资财、有财宝伫迄个所在。有的以色列百姓嘛无想要倒来家己的故乡啊，然后伊佫发现一样代志，伫迄个所在看见上帝恩典伫迄个所在，因感觉遐嘛会当真做因的家庭，伊嘛会当伫外邦的所在，伊嘛会当建立一个新的家。即摆你发现着你的囝儿，你的事实有一天嘛会离开你，到伫外县市伫遐发展，
去做伊个家庭。总是有慢慢看见有真侪基督徒离开家己个故乡了，亲像风吹断了线，世界伫外面伫遐飞，伊感觉真欢喜。 毋免互厝诶，伫迄个所在约束，毋免互原本诶原地故乡诶教会，伫迄个所在甲伊调度。家己要去做礼拜就去做礼拜，我若去台北无人管我。亲像风吹伫天顶，家己安怎飞就安怎飞。毋过有通袂记，有一工迄断了线，风吹有一工会落落涂骹。若无有真正找到一个第二个家诶时阵，你会看见你无救。总是你爱家己爱问家己，我是安怎要找第二个家庭？ 找迄个第二个家庭的目的伫倒位？有啥物物件要支持我？假使我伫即个第二个家庭中间，我的定义就是讲，家庭一定要有父母。啊，那安尼我一个人住去台北，安尼我无父母住遐住，迄个所在敢叫做家庭？第三，咱要伫即个所在，咱徛顶到伫信仰中间，咱要来讲，耶稣基督要爱咱，过着一个超越。 扩大第一个家庭，迄种的赞助。咱的主听咱，伊知影咱伫即个社会所拄着的家庭的状况是千万种的家庭状况，总是甲咱讲，咱着爱超越，咱着爱扩大迄个第一个原生的迄个家庭的赞助，用真理甲永远结的，即个才是咱所要找的家庭，用真理甲永远结的。 后来以色列百姓伫巴比伦的所在，发现就讲全地拢有上帝荣耀，连伫外邦拜拜的所在拢有上帝荣耀伫遐，所以感觉伊就会当伫迄个所在，世界开始建立迄个敬拜场所，会当伫遐敬拜。伊嘛感觉讲，我嘛会当伫遮来唱锡安的歌，有锡安的歌是要敬拜耶和华上帝。他还袂当伫即个所在来敬拜耶和华，用这个诗歌来学到上帝呢？因为上帝是一个无受局限的。 你敢知影？原底会当敬拜以色列，会敬拜上帝的百姓是敢若全世界来讲，以色列百姓犹太人才会当敬拜上帝啦。咱台湾人哪有啥物资格？咱台湾是拜拜的所在呢，庙寺、宫遮尔多，总是你看去，今仔日台湾偌济教会，全世界真正离开以色列百姓遐其他的国度拜拜的所在的国度，拢会当设立教会。 伫迄个所在嘛会当唱锡安尼歌，会当伫遐吟诗学到上帝。台湾就是安尼生啊！以色列百姓后来开始有开看即种的眼光了，伊就过着无共款的生活，开始感觉遐会当建立一个新的家庭。就圣经所讲的，耶稣基督爱咱的家庭是超越第一个家庭中间，毋是敢有父母的所在，毋是敢有亲情的所在，因为有的家庭无亲情，有的家庭无父母。耶稣基督爱咱伫遐过着一个超越，迄个超越。 耶稣本身家己先做示范，伫迄个所在，伫遐拒绝伊的亲人，伊的亲人对伊的要求，耶稣伫迄个所在拒绝迄个亲人的要求。耶稣无去看耶路撒冷是伊的家庭，甲伊的故乡啊。耶稣伫遐甲众人讲，什么人是我的老母，什么人是我的兄弟。既然尊叹悲上帝旨意人，就是我的老母，我的兄弟姊妹。马可福音的第3章要甲咱讲起这个，所以咱就看见讲，耶稣将即种的家庭观念啊。 超越，就是嘛要甲所有人安慰。不要紧，你拄着这困境拢不要紧，总是你的家庭中间要有这个物件，一个信仰的物件伫遐支持。他做咱启应文的时阵，启应文26篇的第1节，第一句安怎讲？厝地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就起造啦。安怎？空空着嘛。安尼，即摆你敢有想到一句话啥物意思？ 厝地若毋是亲情起造，圣经无安尼讲。圣经讲，厝地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不讲厝地若毋是亲情起造。咱的家庭拢用亲情起造的啦，这亲情会变质的，夫妻的感情嘛会变质。厝地若毋是耶和华起造，就起造的人空空着我。甲耶稣咧甲咱要求的符合的，是伫即个所在。所以咱要找的家庭，就是新的家庭，就是教会。 教会就是基督徒，新的家庭，第二个家庭。伫咧即个所在的人拢是上帝的百姓，这个所在就是上帝的家庭，这个所在是上帝的家。咱伫即个所在了，咱就无分身份啊，咱已经有一个新的命。大家伫即个所在三角徛起，伫遐互相分担，上帝所交代互咱地面上这个使命。伫即个家庭中间有真侪人的灵魂还未得救，
迄是咱的负担，咱就爱伫迄个所在来帮助这个人，互伊会当伫新的家庭的中间，伫基督的教会中间去建立这个。结论来讲，咱讲，耶稣基督一直伫遐做即种呼召，呼召迄个有家庭总是无通去，有家庭总是无通去。迄种人甲伊讲，来就我，来就我。马太11章的所在安尼甲咱讲，耶稣基督咧甲咱指即条，等于咱家己迄个信仰的家庭即条道路，上帝咧甲咱布即条道路。然后即条道路最终的目的是啥物？互咱知影讲，咱的即个家庭爱甲永远建立，因为咱的家庭无可能住永远。互你伫一个厝，你会当住100年，安尼就无简单。伊表示你爱住100，你要活100年。100年了后要安怎？你就无住伫遮。所以耶稣甲咱讲，当咱迄个家庭的厝的观念爱啥？爱甲建立甲永远建立，因为你无可能永远住伫地面上的遮个厝。啊，要安怎期待有一个永远的厝？迄就是天的造价啊！天的造价，你有想家无？想厝摕无？天的造价才是你永远的所在。所以要找到迄个所在，只有透过耶稣。所以耶稣讲：我就是道路，我要将恁带到白迄个所在，恁就会当伫迄个所在看见白，为着恁陪伴迄个所在，才是一个永远的厝地。咱会当伫地面上找找第二个厝，总是这第二个厝伫教会中间，咱会看见讲，迄个是要陪伴，搁找一个永远的家。所以咱拢一直咧找厝，咱咧想厝，咱也咧找厝。兄弟姊妹，透过今早起咱所看的这个诗篇的这段话，搁一摆提醒咱，想厝也是真正咧找厝人留福气，因为因要找到温暖的家庭，同心马头来祈祷。里面的主我的上帝，感谢你这样的体贴我。伫这个世界，伫这个地面上，阮所徛起的社会中间，阮看见一直伫遐变迁，迄个价值观念、人性的变迁、灾难的变迁，互阮伫迄个所在感觉有时阵，阮感觉真短少。阮掠做迄个家庭是永远袂改变的。常时，阮看做是永久的，总是阮已经受拍破迄种观念。所以，阮透过今仔日，阮的思考以色列百姓，到伫巴比伦沦落伫迄种状况的中间，阮才开始思考。今仔日21世纪的基督徒，阮伫即个地面上，阮嘛咧追求一个新的家庭。迄个家庭中间，内面要有真理，要有仰望上帝你的听。也有上帝你的敬虔，伫迄个中间起造起来的家庭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家庭，就是一个人，我嘛要看见，迄是一个温暖的家庭。就感谢你，阮伫圣经的中间保阮另外一条永远的道路，这是一个将来阮永远的家。阮伫地面上徛了，阮要搬厝，就是要到迄个永远的家。主要阮伫地面上的家是咧做即种以后的陪伴。互阮活出一个要带迄个家的即种身份，甲迄种心情的准备。互阮伫地面上，阮就活了，虽讲有艰难、困苦、哀伤、目屎，总是阮活了有信心，因为在上帝你听阮，伊安尼甲阮陪伴甲保护。做新的一冬，阁剩3个月了，嘛差不多要过了。伫10月第1日主日，阮三个用这个主题来思考提醒阮，伫信仰的脚步顶面，阮安怎看待阮家己的家庭？然后我嘛开始咧思考，是毋是阮的家庭有变质？当阮伫咧思考上帝你为着阮陪伴的家庭的时阵，诚侪阮一种的警醒甲完成。愿主你保守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伫即个地面上完成所在，阮是真有限的。所以上帝你的无限，也扶持帮助阮，互我更加勇敢，通面对着阮周围所发生的一切，甚至会拍歹、拆毁、破坏阮家庭这一切，完全无惊。因为在迄个永远的真理甲永远的主题，是要甲上帝你伫将来建立的。感谢你恩典，所有伫我今仔在座所有伫你面前敬拜谦卑的人，拢白白你的启示甲鼓励。
献上感谢祈祷，咱是靠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祷。阿门。